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6779例本土病例，有37个人死亡，367个境外病例哦，甲国外同款境外病例拢有增加的趋势。指挥中心嘛宣布讲，今仔开始骑奥多麦、骑脚踏车，各伫户外工地做工，这3种情况哦，唔免搁挂催暗。指挥中心嘛公布2个副指挥官的人选，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我们昨天新确诊的病例数是有26779位那这当然是跟上个礼拜的这个星期二那比起来的时候是差不多还甚至还少一些。那境外移入的部分，在昨天确诊了367位死亡数有37位。中重症增加的情形，我们是增加了41例中症跟34例的重症，总共是75例。死亡个案的部分37例当中呢，年龄是从90多岁到20多岁。那在口罩的部分，那么我们骑机车或脚踏车那就可以不用再戴口罩。那么另外一点，户外从事工作者于空旷处工作，那就不用再戴口罩。这个指挥中心，那我们新聘2位副指挥官那第一位就是经济部的这个陈正奇次长，第2位是交通部的这个陈彦博陈次长我们已经同意即预定在7月25日起，就是下周一开始针对外籍人士，如果符合他有志工、传教弘法、研习、实习、国际交流以及度假打工，就是包含青年交流可以齐备了应备的文件，向我们驻外管处来申请特别入境许可的签证来台。来看病毒又有新的变异株亚洲国家陆续出现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 BA.2.75 的病例，是 BA.2 第2代的变种。有专家就反对讲，这款变种愈到月，就算有做疫苗，嘛同款中和感染的几率是真悬哦。未来嘛有可能会取代 BA.5， 成做全球主要上事件的病毒株。国内10增加2例本土奥密克戎 BA.5 病例，佫是接机流病。累计本土 BA.5 个案有7例，不过有专家烦恼，亚洲各国陆续出现新的变异株，叫做 BA.2.75， 是 BA.2 的第2代变种株。若是传播力佫较强，也有免疫脱毒的特性，未来真可能取代 BA.5， 成做全球主要流行病毒株。它增加了传播力，它增加了它的 ACE2 的那个亲和力、结合力。所以它可比较容易进入到人体细胞。医师表示，以色列研究发现 ，BA.2.75 比 BA.2 增加16个突变点，而且 BA.5 感染本身所产生的免疫屏障，真可能无法度防护 BA.2.75， 所以中和感染的机会真悬。好在在多数的患者拢是轻症，有专家认为，若新变异株无增加中重症风险。边境应该是量早解封。如果我们国内的疫情跟国外的旅游所得到感染的机会差不多的话，就不一定要做很严格的旅游管制。针对 BA.2.75 新变异株，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真侪国际专家烦恼可能加做主流奥密克戎变异株，不过这拢还未确定。爱看一寡国家敢有出现大型社区疫情，目前国内本土甲境外移入个案，拢还未检测到 BA.2.75 病例。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出席指挥中心的扩大防疫会议，早先上任的指挥官王必胜记者会有媒体问到伊甲太太目前的状况安怎，指挥官是无回答。苏贞昌今仔嘛强调讲伊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拍拼为公众来服务，袂因为处理的代志去影响到公务。我相信指挥中心的每一个人都实在是没日没夜的拼，没日没夜的做，我非常的肯定他们。在新任的部长及新的指挥官上任，特别来给予加油打气。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努力成功，不会因为家里的事情私事来妨碍了公务。
总统蔡英文之前嘛表示讲，边境会豆豆开放，会争取国际旅客来台湾，所以大家拢真关心讲边境到底什么时阵会当放零管制。苏贞昌是表示讲，目前国内已经有登河，也毋过国外 BA.4、BA.5已经个军舰嘛是爱细腻哦，因会来做整体评估。再来看，前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带智库的访问团来台湾，今仔早起甲总统蔡英文见面。艾斯培表达小挺台湾的立场，伊讲哦，一中政策无路用，美国应该唔通搁使用战略模糊的政策。今仔早起，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也带团来到台湾访问，伊嘛强调讲，欧盟国家袂甲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当作无看到。几啊届公开表态支持台湾的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带领大西洋理事会智库访问团来台湾，甲重点放伫印太区域的安全甲经贸，还佫有台湾、美国、欧洲的关系。总统蔡英文19接见，强调讲，伫面对威权主义扩大的时阵，民主动化之间都要强化革命的力量。台湾嘛愿意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特别感谢艾斯培前部长，不论在美国国防部长任内以及近期，都多次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未来台湾会跟美国、欧洲等民主伙伴持续加强合作，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及繁荣。China is a strategic challenge for our country, and that Taiwan is a good friend that we must support and defend. And of course, it is my personal view that the One China policy has outlived its usefulness, that it is time to move away from strategic ambiguity. 艾斯培强调讲，台湾是真正的朋友，美国政策的共识都是支持台湾对抗中国的威胁。伊关心台湾的兵役、后备制度，也佫有民众自我防卫的决心。也28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甲访问团先见面，伊向艾斯培明确表达国民党亲美爱台的基本立场。国民党绝对毋是一个反美的政党。And so now is the moment to stand firm on the side of Taiwan. You and us, we are a family of democracy. 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嘛，伫19早起以官方的身份正式访问台湾，展现欧洲议会对台湾的支持。比尔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欧洲是袂计外挂。欧洲对香港的支援上慢，袂伫台湾阁发生。台湾民主无中国侵略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前今年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伫台北用实新的方式举行，这届是台北市长郭文哲任内最后一届。郭文哲伫致辞的时阵嘛，讲到中共的军机来搅乱台湾，佮有禁止台湾的往来石板进口。郭市长嘛强调讲，交流是比关系拍歹较好哦。上海的市长是强调两岸一家亲。伫荧幕头前，热手小姐们。2022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9日天上场，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也是以视讯的方式来举行。北市主办方是市长郭文哲，也有副市长潘正生来参加。郭文哲伫致辞的时阵，伊主动讲到，强机扰乱台湾，也有台湾出口往来石板受到阻碍这的问题，重申讲交流是比拍歹去较好。这几年台海局势紧张，两岸对立加剧。比如台湾参与 WHA， 大陆军机频繁出现在台湾西南海域。政治可以分歧，但两岸人民不应当有敌意。郭文哲头一遍伫个双城论坛顶悬提出强机扰乱台湾，强调讲，假使若是放风风无咧插，安尼受害还可是百姓。上海市长景正伫个致辞时阵是定声讲，两岸一家亲好好。两岸同胞心之相系，情之相融。任何力量都切割不断，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我们也期待两地同心同行，携手打拼。景正伊嘛回应郭文哲讲到这个强机扰乱台湾的争议，表示讲这个问题伫过去拢有得到真好的解决，再度证明讲两岸交流是离袂开共同政治的基础。这边双城论坛嘛，针对循环经济、智慧交通，还有危机运动这个领域，双方来签署合作备忘录。陆委会进前嘛强调讲，伫个台海情势复杂，两岸交流都应该爱反映我方的主流民意，还有社会期待，毋是来顺应对方的主张。记者综合报道。
加看咱高雄美国买66台 F-16V 的战机哦，明年会先交2台，也毋过嘛传出讲咱个拍算要买 AGN-158飞弹，美国是还未同意。咱的空军只有表示讲武器装备拢有依照计划的进行哦。前空军的副司令张延廷嘛指出讲 AGN-158飞弹上远是会当射到370公里哦，美国无要买应该是政治的因素。国军强化空防战略，向美国买66只 F-16V， 明年有计交机2只，也另外买4项精准弹药。也毋过上有威胁、有源头打击能力的 AGM-158飞弹，主要是等袂着美国镜头大型签署或结束，恐惊真歹充分发挥 F-16V 完整战略。AGM-158飞弹。佫叫做合空对面遥攻飞弹，射程达到370公里，有立即构型，先进精准导引，会当瘫痪强军机场、军港、作战指挥中心等。武器装备采购哦，那并不是单方面的这些程序，其实是一个有系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评论。空军继续回应，各项武器装备以计划启程来进行。那 AGM-158飞弹对台海防卫作战有偌重要？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分析，主要反制强军发动第一击 F-16V 装载 AGM-158飞弹，延长战略重心，包括强军的东部战区、南部战区，拢包括伫射程范围，会当削弱强军攻台力度。张延廷指出，即摆弹药案防以头无回。跟政治因素是有关系。最起码在第一级的上面不会遭受那么大、那么严峻的考验，因为源头摧毁、远程打击的能力，能够让敌军后撤，后撤就增加了我们战略的纵深跟战略的时间。We have always said that we have obligation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e make available to Taiwan defense articles and services necessary to enable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美国总统拜登顶日任内第5摆批准对台军售有关陆军车兵甲舰载零附件，大约新台币32亿，引起中国抗议。不过美国国务院表示，会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能力。顶日美国参众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了后，参议院军委会目前已经正式向议会提交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需要伫法案生效180天内，甲台湾制定数年计划，提供适当防卫能力，进行联合训练甲演习。记者综合报道。国军汉光38号5天的演习2号开始，陆军航特部今仔透早伫屏东潮州成义演，安排4台计共60个人跳伞，阁有另外15个人高空升空跳伞哦。有不少民众知影这个消息，天还未光就去现场等要看。阿兵哥一个伫军机顶悬跳落来，伊的一般线伫阿兵哥后壁拍开。陆军航特部19号一透早伫屏东潮州空港场进行汉光演习的舞演，有家长因为囡仔嘛有参演，半暝3点外专工对台中落南观赏。延伞在跳的就比较矮，那看起来就好像有那种战争片那种真的在降落那种感觉，亲临现场的感觉。就惊附近交通管制，想要看跳伞演习的民众，拢赶伫天未光就到。除了4架军机的一般跳伞，即摆都有15个人的高空升空跳伞。国军派着白色也是青色降落伞对高空慢慢下降，互民众感觉真精彩。今日该壮观啊！是哦，对，很多架机连续那个伞都是圆的，这样跳下来，真的很壮观。对，谢谢他们为国家付出。民众感谢国军的付出甲努力。即摆国军汉光38号演习会伫即个月2号开始5天的实兵操演，航特部事先有演，就为着伫演习迄天会使展现出台湾国军的实力。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来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今仔公布竞选总队哦，前副总统陈建仁担任竞选总部的主委，嘛要来带领台北市员的参选人拍赢选战。另外，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的竞选团队什么时阵会组成？蒋万安是强调讲，这场选战哦，市民永远拢是主角，伊嘛永远甲市民做伙。伫大家呼声当中，投入台北市长选举的陈时中，一个一个甲台北市议员第一。陈时中竞选团队成立，
由前副总统陈建仁做竞选总部的主委，总干事是立委吴思瑶，政策的部分由立委管碧玲来处理。你不再孤独，这道选举我一定卡出来，和你做伙挺你，好不好？唔仅讲要挺市长，也要挺在座所有的议员和候选人，互大家拢会当高票当选，互台北市愈来愈好。陈市长10日接受电台专访的时阵讲，因看手袂干净，引起台北市长郭文德因夫人陈培琪质疑讲，敢是咧甲批评，而且要求爱具体讲出是倒一个夫人会干净。但市长回应讲，伊唔敢批评太太，都要互相尊重。那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嘛去问到相关的问题。我太太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的女性，而且她在很多的决定都是自由意志，我们也都一直以来相互的尊重。别人的太太我不方便批评，自己的太太我不敢批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都要互相尊重。台北市长的选举呈现三卡都的战局，市长郭文德有意思交予副市长黄珊珊。第一日，黄珊珊邀请陈市长蒋万安参加台北市城市博览会，去问到这个问题的时阵，蒋万安讲感谢黄珊珊的邀请，讲会看行程的安排来考虑敢是要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林佳龙推出新北市大变新的大翻新的政见哦。今仔早起去台北港参加风电产业的活动的时，伊个讲哦，台北港要推动成做风力发电甲智慧物流的中心。现任的市长侯友宜今仔早起是去土城参加公办道景的动土典礼哦。针对对手大翻新的讲法，伊是强调讲，新北市的进步是现在进行式。要善用台北港这一个策略性的一个角色特别是风电维运的基地，还有全方位绿能系统整合这样的一个产业是可以带来庞大的就业机会跟商机。新北市的大进步是在进行式，尤其新北市不但公办都更3件多元都更，全力齐发，所以我们的都更如火如荼，在转变一个城市的要性。侯友宜强调讲，新北市目前有真侪多次更新的案件拢会进行哦。第一任内有767件申请，595件有通过哦，是过去20天加起来的4倍。林佳龙今仔早起伫桃园市长郑文灿的陪同，嘛强调讲，未来会甲台北港甲桃园国际机场来整合，透过绿能发电，佮有智慧物流来改变新北市的产业结构，来提升就业的机会。咱再来看台联党甲绿党今仔宣布讲要合作，年底同一个选区为中和来提名，宣传嘛做伙来进行，望讲会当来创造小党的机会。声浪资源的小党越来越多，资源相对少的小党来说，会面临更加艰辛的挑战。出身毋是国民党甲民进党两大政党的小党市议员，若是想要伫年底选战有一个位，也是讲小党的新人想要参选，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小党除了在不分区席次能有机会突破这个立委的席次之外，那地方上的单一席次，立委选举如果没有跟2大党去做协调的话，那基本上都是敬陪末座我们认为小党之间应该要互相团结。想要来争取更较侪民众的支持，小党的成员就需要开更较侪心血。台湾团结联盟也有绿党，伫个19宣布讲要来进行策略合作，伫个同一个选区无定幅来提名，嘛会来出版共同政见的文宣，希望会当来共创双赢。绿党现在这些小伙子，他们比较没有原来政治上的人脉。那一样的，我们台联党现在年轻人比较少。那可是我要说明，就是我们目前今年在组织上面并没有合并的计划。比如说基进党的话，他们是人跑出去，我们是把人合起来。年底的选举就要到了，除了讲传统的蓝绿两大政党以外，小型政党嘛煞咧伫个全台来杀出参选者，甚至还佫有出现人才外流的各种情况。所以讲要安怎互家己的政见甲理想，互更较侪民众通看上目，嘛来成做小党因选情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湾民意基金会今仔公布7月份全国的民意调查哦，有37.7%内民众是支持陈时中辞掉指挥官参选台北市长，也毋过嘛超过40%民众无支持。民调一向拢是6都头名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因为恩恩案的影响哦，最近的民调是有降低的趋势。做911天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接受民进党的征调参选台北市长。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7月份民调显示，民众支持度有37.6%，无支持的有40.2%。不过，为有关键选票的台北市民来看，有4成9的人无支持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支持的敢若有3成2。提名陈时中呢，也是有风险。那当然，现在为什么如果这是1对1，可能他这个风险就非常明显。但是主要就是因为三卡都了哦，那么他的这个胜算呢就相对大，尤其他现在这个政党的支持度了。基金会从去年5月到今做过7届的调查，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支持度前到今拢是伫6都排第1。不过去年7月份到50.3%的高峰了后，就一路降低到即卖28.4%。尤其过去1个月流失6.8%。学者认为讲恩恩的案件尾手的代志是上界重要的原因之一。前所未见，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这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6.8个百分点不是很少啊，各位要知道，6.8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全国来讲大约是19.5万人啊。外界关心选战的焦点，也佫有林志坚论文的风波。民调显示，有48.2%的民众认为无严重，36.4%认为严重。数据观察发现讲，少年族群对论文的风波有较强烈的反应。为桃园在地选情来看，有5成3认为无严重，3成3认为严重。显示目前桃园人对这个事件，无像全国的民众遐尔关心，嘛有可能是还未发觉。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真热，温度真悬哦，日伤害的案件嘛袂少。有一个20多岁查甫囡仔，伊骑点外钟的脚踏车，结果跌煞送病院哦。卫生福利部上新的统计，17、18这2天哦，一天拢有10外的伤害，去看医生的案例哦。这个月嘛已经有300外病例咯。大日头骹，伫车路骑车的人穿长尾的风拍。顶日，就有一名20多岁男性伫大日头骹骑自轮车超过1点钟，结果昏迷风送医，来到急诊的时阵，体温超过40度。急诊医师就提醒，伫大日头骹骑机车也是自轮车，拢爱大量啉水，有防潮沙。一旦有头晕，也是想要头顶无爽快症状，就爱赶紧找阴凉的所在休困。骑车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风速是很快的，所以会大幅增加我们的这个汗液被这个蒸发的这个速度。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情况，通常都会建议说，如果在骑车，特别骑摩托车，又在烈日下骑的，骑完车之后最好就是放1瓶矿泉水在车上。根据卫福部上新统计，7月17、18，单日拢过负10外岁一伤害就诊个案，7月累计已经有343人次。气象局表示，接落来1礼拜受到太平洋高压继续影响，台湾各地以澎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好天到侪云的天气，高温烧热感受会继续。拜五起，大台北地区更加是有连续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星期五开始，各地温度更热，我们预估在大台北地区可能再度出现37度左右的高温。在这种天气形态之下，阳光照射强烈，紫外线预报也都在过量级，提醒大家适时补充水分，外出做好防晒的工作，以免热伤害。花莲9日19早起晚10点，温度已经来到36.5度；宜兰道东晚11点，高温也骑上36度。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台东县地区，也阁有花莲唱国，拢爱注意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溪瓦近凤林的中兴大桥附近，昨发生堵水哦。一个参加飘飘河活动的查某囡仔，那纯是救生圈变过，人落伫水里哦，卡伫肉粽甲下面堵水死亡。这种活动最近伫国内才刚开始实行，相关的法令甲安全性嘛引起关心。一个接到有人堵水的消息，花莲凤林镇的二小水出动去救人。不过到现场了后，敢若看到一群游客伫河边，嘛毋知影要安怎才好。这个堵水的人要掉伫肉粽角下底，扭袂起来。人还在啊，人就已经没有呼吸，有
我嘛无到家己啊，迄追踪天的个水又很急啊。患者 OCA， 那我们受风91他立即实施 AED 以及 CPR 以及 Lucas， 那患者我们送那个凤林荣民医院。这件渡水的意外是发生在10月下晡2点，有一阵19个人组团参加花莲溪飘飘河的活动，其中一个为台中来50岁姓刘的负责人，原本伫收水库顶悬，不过后来脱离队伍，当着水流变去，渡水伤久，送病了，还是救无回来。这个活动的合法性嘛引起关注。现在我们已针对本案进行调查，将针对相关的一个户外体验公司还有相关人员做调查。如果发现不法，我们将会依照过失致死去移送法办。厂商的资格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这个代客到这个开放海域去的话，他势必要负起相当的责任。总管处回应讲，目前花莲溪的水域并无公告禁止或者是限制相关水域休闲的活动，不过有规定带人溪业者都要替游客投保相关的责任险。这个案件19个人，敢若配2个教练，敢无合规定，也有迄当阵代志发生的经过，也搁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住伫台北市田埔一对翁仔某，非法请1年的义工14个月来，搁亲像虐待这义工。早树林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搜索掠人，先后这对翁仔某是以犯着人口贩运、防制法定罪，分别是以10万块、搁有15万块交保。这边耳膜是好的，破一个洞。啉着听到病院检查，毋那是耳膜破空，喙齿也有欠损，面甲骹手有几个所在拢有伤痕。伊是一名外籍移工，涉嫌互雇主长期施暴。这么简单抓着机会逃走，向同乡朋友化救，移民署也介入案底。有关天母地区印尼局刊物遭雇主凌虐案，本署依检察官指挥，会同士林分局，于本年7月18日持搜索票前往非法雇主住处搜索。这名印尼籍看护移工原本拢伫高雄工作，透过朋友介绍，去年4月私自上北，在台北市田埔新头家的厝内上班，若是变成失联移工，也阁拄着恶籍头家，涉嫌软禁苦毒，长14个月心身灵受到折磨。专案宪工了后，检方18也展开行动。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2人均涉犯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伤害、妨害自由等罪嫌，分别预支李姓被告拒保10万元，杨姓被告拒保15万元，并均限制出境出海。这对头家翁仔某非法雇用移工，也阁涉嫌苦毒，逼伊签本票。士林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台北市警局等单位进行搜索拘提。虽然对方捌拒绝唔开门，最后也是互带回城门。检方核实了后，各以10至15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华中华厂3座的气电共生系统操作许可证，在2016年的9月份到期。台华向中华县政府申请电延，也毋过2届申请拢互退回，工厂已经停工了。台华嘛提过要求搁赔，中华地方法院昨判决了，中华县政府应该要赔付台华4亿7千多万，也毋过全案是当去上诉。伫中华市的台华公司转型做观光工厂，毋过伫这进前，台华员工捌去中华县府头前抗议真侪届，因为中华县府驳回台华申请延长固定有奖员的操作许可，害台华停工，员工无头路。若台华是提告要求国赔，因为县府驳回台华要延长许可证的申请，环保署嘛认定这个行政处分违法，所以法院一审判中华县府要赔4亿7700万，包含这个营业利益的损失。还有这个所受损害的部分，是包含原告被迫停工所生的违约赔偿，还有资产减损的损害。诉愿经过这个驳回之后，那你第2次还是没有去理会这个诉愿的决定，还是做同样的这个违法行政处分，被认定是违法的行政处分。这2次的行政处分都是如此。台华的操作许可证伫2016年9月到期，中华县府依照无符合空污法的相关规定，甲台华延长许可证的申请驳回2届，佮要求停工。台华是提起诉愿2届，环保署嘛撤销中华县府的行政处分2届，不过也是无法度恢复生产，全停工。台华甲县府要求国赔互拒绝，落尾甲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迄当阵做县长的国七顾问魏明国表示，迄时阵拢是尊重环保局做出来规矩。因为它的设施没有依法令的规定，所以环保局就依他们的权责不赋予它的操作许
对。我们等收到判决书之后，会依据判决理由来原提上诉。中华管府表示，会伫收到判决书了后，依照判决的理由延期上诉。安那台法敢若讲尊重司法的判决，对目前一审的结果无愿意表示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韩国外交部长朴振昨暗到日本访问2天，是甲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做2点半钟的会谈。今仔会拜会首相岸田文雄哦。这届是朴振第一届以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日本，嘛是3年来第一届日本甲韩国外交部长会面。这除了有象征和解的意义，也毋过哦，双方针对日厝大战期间征用朝鲜做劳工，佮慰安妇这个问题哦，拢无共识。日韩两国的外交首长做伙甲喙往拔落来，伫记者镜头头前，马本仔笑佮曲手后翘，挑工来展现两国的和解气氛。韩国总统尹锡悦伫个5月上任了后，日韩之间的互动佫出现真微妙的变化。头起先是尹锡悦伫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了后，特别到首年的日本大使馆，甲安倍微笑来致哀。然后就是朴正头一遍以外交部长身份来访问日本。日韩的媒体对这件代志拢讲，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任内对日本的关系降下到战后上界歹的状况，所以朴正来访问日本，方看作是双方大和解的一个重要的一步。把门关起来，日韩就开始来讲真敏感的历史悬案问题。文在寅总统的任内，韩国法院判决自由金属、三菱重工真侪经日本的企业，拢都爱来替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调用朝鲜族劳工，也佫有当事人甲个人也是遺族来做補償。而且伫個慰安婦的議題頂懸，除了法院判決以外，也佫挑工伫個日本大使館頭前來設置慰安婦的人像，想要來用歷史的問題來敲洗日本。伫個10月即天的外長會談內底，日韓雙方雖然攏有達成今暝要來解決的共識，不過韓國是望講伫個日商甲韓國資產變現進程來完成補償的工作。日本因是來提出伫1965年的日韓關係基本條約，強調講兩國建交的時陣已經有透過國對國的方式來解決所有的補償問題，這嘛是真濟遍伫個法庭訴訟內底，韓方的原告也佫有日方被告爭議的焦點。日本產經新聞的報道講，就算講對日本較友善的李明博，也佫有朴槿惠執政的時陣，兩國要是伫個即個島嶼的歸屬，也佫有慰安婦的議題頂懸咧相爭袂煞。所以講，安互尹錫悅伊上台了後，來展現出對日本和解的姿態。若是要真正來解決這款歷史的問題，這是真無簡單。公視新聞施家人編譯。咱再来看巴基斯坦中部发生兵船的意外，船顶有100多人哦，拢是要到对方去参加婚礼。目前知影至少有20个人死亡，阁有30个人失踪。救援人员甲民众救上岸。巴基斯坦10月即天发生一件船啊变去的意外，有一只载满参加婚礼宾客的船啊，伫巴国中部的一条河顶悬去变去。当局来展开救援工作，救出约90人。不过船仔顶有载超过100名的乘客，已经造成真侪人死亡，有真侪死者的这个遗体，煞咧予民众扛上岸。巴基斯坦庄卡的村民因常常利用坐船来做交通工具，嘛因为假使若是坐车，就要经过迄款八关八架、坎坎坷坷无平的道路，安尼因开的成本佫较悬。当地官员表示讲，因无确定船仔顶悬坐人客到底有偌济，干那量机约掠一个数字，而且找到真侪具尸体拢是查某的，因为巴基斯坦的女性因大部分拢袂晓游水。टोटल जो फिगर अभी तक बताया जा रहा है और हमारे जो नॉलेज में हमने लोकल से और सारी अकोमोडेशन रेवेन्यू स्टाफ और एडमिनिस्ट्रेशन की हेल्प से जो एग्जैक्ट फिगर किए वो अराउंड 90 to 100 है। उनमें से हमने जो रेस्क्यू किए 64 लोग रेस्क्यू किए हैं और हमें 18 जो है ना वो डेड बॉडीज मिली हैं और 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嘛伫推特顶悬甲遇难者的家属表示哀悼的意思。目前，巴国政府已经派国家救援机构35个畅水师参加救援行动。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
再来看乌克兰伫顶礼拜日举行一场丧礼哦，是一个伫战争中不幸往生4回长失症的查某囡仔，伊的妈妈目前佮重伤伫病院治疗。透过一场4岁囡仔的丧礼哦，要互全世界人来理解战争有偌残忍。倒伫棺材内底，这个查某囡仔叫做丽莎，伊穿白衫，婚书边仔佫有花佮红仔，看落袂输是困去尔。因老爸上尾一届佫甲斟一个，徛伫边仔的亲戚朋友，大概是哭甲。丽莎今年才4岁，住伫乌克兰中部文尼察有唐氏症。10日迄天，因老母带伊要去做语言的治疗，毋过煞伫路面拄着罗西亚导弹的攻击，丽莎甲其他23个人不幸过往。丽莎因老母重伤，佫当伫大院。亲戚朋友到达也毋敢甲即个悲伤的消息甲因老母讲。礼拜因伫教堂举办丽莎的丧礼，送伊离开。民众嘛见证战争受偌尔无情甲粗残。战争毋但致死家破人亡，也佫有真侪动物破防放杀，敢若会当四界流浪。为乌克兰来的动物庇护所的工作人员，第一日去已经变甲哼哼嘻嘻的马里坡，抢救这防放杀的猫仔。Часть животных находится в очень печаль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Мы их подбираем, они истощены, обезвожены, не могут есть. Вроде и хотят есть, вроде не могут. Раненые животные, с осколками животные. 工作人员讲，马里坡受到战火的损伤，即马涂骹底还佫有地雷。要帮助这个调伫遐的猫仔，都要冒生命危险。估计目前城内也有3000只猫仔，已经抢救600多只。不过要安怎替这个猫仔找到新的主人，是头壳摸咧烧的问题。Самая основная наша проблема это то, что нет большо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семей, которые хотели бы взять животное, и большой сложности с вывозом. На границе можно простоять 12 часов. 部分较好运的猫仔，透过网络媒介，罗斯科猫仔庇护所有甲因收容。不过有佫较侪流浪的猫仔，伫战争的地区的流浪，成做战火之下无辜的受害者。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伫英国伯明翰世界运动会摕到金牌的台湾女子柔大所队，今仔透早回国咯。柔大所队已经是5连霸咯。台湾是讲哦，因的压力是真大，会当摕到金牌，总算会当来放零咯。摕队旗甲辛苦拼来金牌，面上显得真欢喜。19透早4点外，代表台湾出赛伯明翰世运会的女子柔大所队，欢喜回来台湾。4年前比赛前一天，骑脚踏车，互啉酒开车弄着伤阿妈棍瘫痪的教练，这摆比赛也出席，这轮椅专程指挥。非常感谢赛前2个礼拜啊，每个礼拜协会都安排国内的男子队伍跟我们以赛代训，让我们在最后时间能够把战力提高。过程中虽然受到新冠疫情搅局，造成比赛延后举办，9名队员各轮流确诊。台湾女子柔大所代表队会当克服困难，伫女子540公斤级比赛顺利摕到金牌。因为那个草地是我们蛮熟悉的，那时候就蛮有信心的。然后所以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发挥练习的，就是用到的、学到的，就很开心。柔大所队表示，美国比赛场地气候土质甲台湾外近，也会将练习的时阵学到的技巧发挥伫比赛，才会当顺利摕到金牌。对完成总统蔡英文授旗的时阵交付的5连霸目标真符，对完成阵比赛进程压力真大，即马总算放松啊！也多谢大家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基金会之前指控高雄市一间国中一个导师常常拍学生囡仔，佮侮辱学生哦。学校调查了后，记这老师2期升阶。日本是讲哦，这件代志爆出来以后，至少佮有10个囡仔来找因哦。日本认为教育局应该扩大调查，教育局嘛已经同意了。工作人员模拟说出来老师体罚学生的状况，讲这个老师连续斩学生的腹肚。日本基金会2礼拜进前才亚康这个老师体罚学生，落尾佮接到10个人讲家己捌互处罚，或者是看过这款情形。有一次我考不好的时候，蔡老师就直接暴怒，叫我去用爬操场一圈。一个出面指控学生讲，除了家己，佮捌看过有人互老师用水干那降头。日本基金会质疑这个老师明显无责任，煞干那互处分2期升阶，怀疑学校有条件在甲压，嘛要求教育局要扩大调查。我非常的失望，针对这个老师那么严重的暴行，要求教评会必须解聘这个暴力老师，要求解聘这4个字，声明稿1个字都不该讲。
这个案例就必须要溯及既往去做全面的调查，来厘清这个老师过去到底有多少这个行为，造成这些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在心理上造成永久的伤害。教育局表示，学校启动调查，落要怪疑记这个老师2期薪假。不过，考虑到老师这几档管教行为已经把处分的结果提回去啊，嘛要求学校要扩大调查，这个老师教册时阵是不是还有其他学生互体罚？如果是发生的当时是在学校的时候，如果是霸凌事件的话，它有一个处理的那个程序的。有人检举的话，在学校权责范围内，学校一定会处理。学校强调，拢照规定处分，无超工咧压这个老师。校长嘛讲，伊接任校长这5档，敢若拄到顶届人本基金会指控的体罚事件。不过伊嘛强调讲，若阁有人申诉，同款的启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受着疫情甲政治的影响哦，中国伫2档前开始暂停中国的毕业生来台湾读册。敢若开放本地伫台湾读册，中国学生会当继续留伫台湾。今年中国学生的硕士甲博士班总放榜只录出465个人哦，招生率是只有3.1%，减收将近1000个人。中国2020年4月份拿疫情做理由，暂停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大学。敢若伫台湾的中国学生会当继续读研究所。今年中国学生硕士博士班放榜，计共有45间学校录出465名中国学生，比去年减少241名，招生率有31%，是创新低。硕士班欠的学生有到818名，博士班是217名。真实践大学的校长陈金贵讲，这是料想会到的。即使现在政府有意单方的想开放陆生来台研修。我对这一点呢，并不保持乐观的态度。陆生大概不会了，不如我们把我们的心力用在新南向方面。台湾的大学，尤其是私立的学校，已经受到假生少的冲击。中国学生愈来愈少，这互状况愈来愈强烈。而且中国学生袂当兼职，袂当提供部门的奖学金，这加减影响到因继续读的意愿。有一位伫北部读研究所的中国学生讲，经济毋是伊优先考量的，不过重点是欠学习的机会。比如说实习有机会，你当老师研究助理有机会，然后或者是你参加科技部大专生计划的机会，你也没办法参与到老师的研究计划，对于学业来讲是有影响。中国若继续暂停中国学生来台湾。2019年最后一批800多名学士中国学生，明年2023年毕业了后，学士班就袂阁有中国学生啊。对教育部当咧建议要开放境外的非学卫生入境来台，包含中国的非学卫生。但正规认为讲，若是每一间学校会当对姊妹校来找机会，这可能阁会当期待一个，不过是无啥希望。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当去沼水潭的人工湖，要来提供南投县甲彰化县的用水，也毋过有民众嫌弃讲施工的单位甲废土拢倒伫湖溪河川地，会去影响到台湾极好的生存哦。也毋过经济部中部水资源区是强调讲，厂商并无违法。出动空拍机翕湖溪烟花，会当看到袂少河川地一定光显显，甲边仔有生草啊、甲树啊的土地比起来更加明显。台湾石虎保育协会指出，这是石虎甲巴士营居的重要栖息地，因接到民众检举，初步调查发现这项违法填土填10公顷，根本已经违反环评的承诺。就是他把本来很好的林相栖地。然后呢，就直接把土倒进去，那所以也就更大面积的就增加了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他们违反了当时的环评的承诺。下早时代力量伫尾单交华举行记者会，伊指出风台规得要到啊，把废土堆伫河道顶头，恐惊有危险。等于是经济部的单位左手允许右手可以把废土放在河床上面，我们初步评估是没有违反环评规范的。对此，经济部水利署中区水资源局回应，为着要降低施工的影响，离河川施工的区域设置施工便道甲联络道路，拢是依照相关规定来办理。嘛指出，为108年设置红外线相机，已经发现有14只石虎出现，其中有3只游玩离附近咧活动。记者们曾志成台北报道。
海林的物种真多元哦，目前伫台东县的中滨乡北仙东的外海，有渔民掠到一尾真罕见的鲨鱼。这只鲨鱼有一个8000当前祖先的特点哦，伊身躯的尖头是生伫挖尾的所在，毋是伫身躯的中。这只鲨鱼哦有4公尺长，非常的大只，也毋过因为伊毋是保育名单的鲨鱼，最后是伫市场放袂掉咯。顶礼拜六，成功渔港渔民掠到一尾大鲨鱼，为冰箱钓起来体型非常的大，活4公尺。因为这种鲨鱼无像定看的鲨鱼，领章生伫身体中方，而是生伫挖近尾鳍。渔民将这种鱼叫做无中鳍鲨。在地的渔民拢因为伊无中鳍，我拢叫伊无中鳍安尼。也毋过伊正确的学名叫做六鳍鲨，也就是有6块鱼翅的特点。这个特点甲一般的鲨鱼有5个鱼翅真无共款。专家讲，这项特点是来自因的祖先1亿多年前都有这种特点到今嘛，算是地球上史前上古早的物种之一。大部分的鲨鱼都是5个鳃孔，所以6鳃鲨它自成一科，是成为6鳃鲨科。渔民掠到的六鳍鲨地点多好伫史前遗址的长滨乡北仙东外海，敢会有关联？专家讲，这是因的生态习性爱伫深海地区活动有关系，跟遗址无关联。它可以在栖息到更深的深度，就是大概在2000公尺左右，所以其实在台湾的沿海是比较少见到这种鲨鱼的。目前国内并无将这种鲨鱼列入保育名录，所以这尾六鳍鲨最后是伫鱼翅红拍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后壁，因为小鹿养生记这出戏哦变甲真出名，后来地方嘛打造后壁小鹿村，吸引未少少年人回乡创业。最近哦，佮再成立小鹿村的电力站，提供经营设计相关的课程，希望来帮助少年人创业来解决问题。开2支米露透心凉，这是用在地好米所结出来，有米香、意大利烘饼的披萨，这是台南后壁的材料，在地用米拍出好名声。即马佮配合返乡青年的计划，要帮助少年人创业发展美食文化。这个部分呢是水保持，这是我们的返乡青年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用后壁的米台梗9号，然后酿了2支，一支是米啤酒，一支是米加桂花的贵妃啤酒。因为10年前的无米露纪录片庆红，即马佮有出名的戏剧放送，和青寮的观光佮再受带动。后壁相关顺这个势，去年先打造后壁小鹿村，陆续有青年回乡创业，也今年佮进一步创立小鹿村电力站。帮提供有理想的少年人有关经营、设计甲包装的培训课程。那像有些青年他可能没有空间的聚落，所以我们也会帮忙协助这一块。我们电力站这边是有空间可以住宿的，因为有一些返乡青年他们刚回来的时候是没有地方住宿的，或是来这边做一些文化深度研究的一些研究生，或者是有艺术家想驻村的，我们这边都是可以提供的。目前庄内也有部分的空间正在征收，这拢是资本泡粉的旧厝，佮有英国买卖来往的番仔景，真有历史的价值。除了要定经理做青年创业的场所，佮接受艺术家驻村创作，在地也望讲想有愈侪少年人加入，共同打拼，互后壁愈来愈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政府鼓励农民甲槟榔园改建可可啊，有农民哦，无想讲要利顺，全部都互中盘山、中盘乡哦摕去，所以规气对种植，佮有加工到行销拢家己来哦。伊嘛透过社区的数位机会中心，到小解厂商开发产品哦，佮找出新的出路。伫产地修剪树枝、烤草，农民无地派伫屏东种可可啊，伊嘛是一间柑仔店的头家。厝里有一块槟榔园，因为几冬前政府推动改种，伊就开始种可可啊，加工做巧克力豆的产品，摕去家己店来卖，佮放伫网络平台行销。你要交像槟榔一样交给中盘商，其实中盘商利润都是在中盘商手上。那变成说我们走到这里，就只有硬着头皮硬做巧克力出来。那在种植的这段期间，就开始慢慢学习，慢慢老婆去学如何做巧克力行销的部分。那我的部分就专门做农田管理。无地派讲，可可啊树袂歹种，伊无除农药，互产地的草啊自然生长，来防止土地水分甲营养流失。可可啊加工做产品了后，伊搁去内部的数位机会中心学行销。DOC 辅导我们这一些网络上的行销，
小农也不知道如何去行销，如何去做后面的一些巧克力的部分，帮助在地的职人跟小农，能在地方创生上找出一个新的一个出路，有帮他媒合到了一些像做甜点的，或者是做烘焙的，一些职人。数位机会中心是教育部推动偏乡数位应用的计划，结合公部门甲民间的单位提供民众服务。即阵农民透过数位中心开发可口的产品，建立家己的品牌，佮伫网络平台拓展销路，实现理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国巴黎，特当的7月份到8月份会伫塞纳河边来举办巴黎海沙步节会伫大路来步沙，互人感觉亲像去到海边啊共款哦。民众伫市中心就通享受到度假的气氛。有大大机车一头的花仔线，还佫有海边啊专门伫互人倒的梯椅，真侪人拢是穿游泳衫行来行去。若无甲你讲，你可能会叫是这是倒一个度假的海边，其实是伫法国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的边啊。巴黎对2002年开始，每年7月到8月，拢会伫塞纳河边举办巴黎海步节的活动，将一部分原本车伫咧行的马路封起来，伫路顶头铺沙，布置甲亲像一般海边的沙坡同款。民众会当伫遮晒日头，享受真轻松的气氛。若是要耍水，路边都有临时创好的游泳池。另外，主办单位嘛有安排各种活动，民众会当伫塞纳河顶头搭阿比亚车、过船啊，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拢会当耍甲真欢喜。Pour ceux qui ont la chance de ne pas partir du tout en vacances, je trouve ça super aussi, puisqu'ils peuvent rester à Paris et puis profiter de points d'eau, de jeux pour les enfants, d'activités, de buvettes, de manger, voilà, donc non, c'est bien. 若是在地的巴黎人，连来法国佚佗的观光客，嘛感觉这个活动真好。And it's really privileged to be here, like on this sunny day and at the beach. You can enjoy it here as well as in the south of France. 每年热天拢会举办的巴黎海步节，甲当已经有20档啊。尤其是即马 COVID-19 疫情也未完全收煞，佮加上法国的通货膨胀率真悬，生活费用起甲真惊人。对一寡无法度去外地度假的人来讲，会当伫市中心就享受到这种度假的感觉，真正是一项真大的福利。记者感恩编译。来看南韩的流行音乐 K-pop， 伫全世界是愈来愈受到欢迎哦。最近这几档嘛，伫全世界来找找人才来做培训，去到世界各国的评选哦，拢有真侪少年人报名。表情真有自信，佮配合节奏轻快舞曲，伫咧舞台顶唱歌跳舞。伊是25岁，拄摕到今年美国广播公司 NBC 美国歌唱大赛冠军的韩裔美籍歌手 Alexa。除了唱歌跳舞，还有演技、礼仪甲特技等全形式的 K-pop 歌手训练过程，和 Alexa 伊原创的一首《Wonderland》吸引美国的观众有真侪 fans。工作人员讲，伊对镜头的速度有够紧。K-pop itself is just this huge umbrella, this giant conceptual umbrella of music stylings and genres where things like concept and execution are very, very critical. It's very important for like the hair, makeup, styling, music video sets, staging for live music shows. I mean, winning American Song Contest was only the first step. I think she's gonna go on to do so much more because she really deserves it because she's just so good. 3年前，南韩的经纪公司 ZB Label 上阵 Alexa 有正好的舞蹈基础加国际化的背景，会让拓展 K-pop 的全球粉丝界签来。密集训练要到1年才出道。其实韩国的音乐界定定出现外国的人才，譬如讲人气女团 BLACKPINK 的 Lisa 就是来自泰国。日本加中国的 K-pop 歌手比例也正悬。第二音乐最近3个女团 Black Swan。6位成员内面就3个人是来自印度、巴西加塞内加尔。BTS 的经纪公司也伫咧伦敦、雪梨等所在办选秀的活动，有真侪全世界人才拢走去南韩追求名次梦。像来自伦敦24岁伊亚奴，伊是舞者也是演员，不甲 BTS 合作过，讲这条路无好行。I think there is a certain amount of pressure just because even when we're shooting any commercial or anything, they strive for perfection. 伊亚奴讲，虽然想要体验 K-pop 式的训练，不过伊无信心面对这么大压力，对以后是不是要出道，到时才讲。公司新闻王亚芳编辑。下晡报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
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